你有冇諗過最令人失望嘅未必係少年犯咗法，而係點解一個人得12、13、14歲已經專登揾啲最弱嘅人落手？最近香港有一單單車同黨事件，最令人唔舒服嘅地方唔單單淨係橫皮或者係貪玩，而係佢哋唔係亂嚟，係好似知道邊啲人最易蝦，邊啲人唔敢還手，邊啲人就算受咗傷都未必追得到佢。長者弱小、老弱婦孺，甚至係推住 BB 車嘅人，點解都會成為佢哋嘅目標呢？有人會話呢啲咁細個就已經係咁樣，仲講乜嘢教佢啊？應該係要重罰，應該收緊少年嘅刑責，唔可以俾佢哋恃住呢一個年紀做嘢就冇後果。但係另一邊廂都會有人問，單係再咁樣去推低刑責嘅年齡，係咪真係解決到個問題呢？今日你話14歲嘅要落重手，聽日如果出現10歲，係咪再推低？再下一次係咪8歲都照罰？如果個答案永遠都只係再重啲，咁我哋處理緊嘅究竟係犯罪嘅本身，定係其實只係見到呢一種邪惡，心裏面好想即刻有人要負責呢？最值得驚嘅可能唔止係佢哋做咗啲乜，而係點解佢哋咁細個已經可以喺欺負弱小呢件事上可以揾到快感，至少完全唔覺得有問題。咁你覺得面對呢個少年犯罪，真正嘅關鍵應該係收緊個刑責啊，定其實係點樣防止一個細路喺佢仲未大個之前已經變成一個對弱者冇感覺嘅人呢？